去年的巴黎文化奥运，咱台湾馆呢是有超过7万人次来参观。来看咱台湾伫外交的拍拼，其实这几冬来，在法国国会拢有通过支持台湾的决议甲法案。驻法国的大使霍培基是表示讲，这是实际的支持。除了经贸科技以外，其实呢，在法国的政府对艺术甲文化嘛是真重视的。霍培基认为讲，在台湾是有通找愈侪机会甲法国来合作。 这几年，台湾和法国的关系愈来愈密。唔但法国国会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搁伫2023年通过7年建军法案，透过立法来捍卫印太地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和自由航行权。现任驻法国代表霍培基表示，这拢是法国对台湾的实践支持，而且伊认为以法国在后面的影响力，台湾若要伫国际上发声，法国是真重要的优盘。我相信在未来，在欧洲场域里面，法国会扮演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领导者。那么在未来很多国际场域里面，都会帮我们台湾做国际上的一个发声，特别在这个地区的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上、科技发展上，以及我们医疗卫生上。 另外，在地缘政治上，台湾嘛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受到关注。顶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特别公开呼吁美国总统川普，面对俄罗斯唔通落软，若无恐惊会互中国掠准有权利侵犯台湾。Toi qui veux que la Chine ne vienne pas contester Taïwan et autres, comment expliquer que la Chine n'a pas le droit d'envahir Taïwan et que la Russie aurait le droit d'envahir l'Ukraine? 霍培基表示，对这现象拢通看到法国社会愈来愈关注台湾，伊认为咱两国之间的关系有侵犯的空间。另外，在文化顶端，法国政府对艺术文化非常重视。霍培基认为，台湾在这方面嘛有机会开创经济合作。不管在影视方面的一个产业的合作，还有我们的动画也蛮厉害的。我们动画应该有跟一个跨媒体的一个效应来发展，譬如说我们的漫画跟动画的一个结合。那当然呢，台湾也是以高科技为名，所以台湾也许在未来对于文化艺术的呈现上的科技化这一部分，我想也是我们未来都可以努力来突破的。 霍培基认为，针对艺术文化交流，通对艺术家甲换驻点来拍拼。像咱国今年开始推动的100亿海外援邦基金计划，嘛是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少年家的创造力。驻法国大使表示，未来除了会继续促进台湾和法国之间科技也有经济贸易的合作，嘛会来透过台湾文化软实力，让世界来了解台湾这个民主国家到底是安怎养成的，和大家做伙交朋友。以上是记者卢尚珠和林晓凯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